曼城喺近10場女子超級聯賽對維拉狂贏8場啊！最近4場更加連續全勝，屠殺對手。佢哋上季足總杯又將呢支中部球會一腳踢出局，真係多咗一重殺將，保險晒。維拉喺聯賽5次作客曼城，從來未試過贏波，更加喺差唔多5年前喺曼城主場食過巴克利斯女子超級聯賽最重嘅一次敗仗，當年輸到0-7，慘不忍睹，係2021年1月嘅事。無可置疑，維拉今季呢個特別賽季進步咗好多啊！但要阻住呢支超級精彩嘅曼城隊，真係難度極高啊！佢哋絕對有心爭標，佢哋而家穩坐聯賽榜首。今場陣容同上場贏 Leicester 完全一樣，冇變到。呢場係 Kirsten Kasperaj 喺所有比賽第100次上陣啊！賓尼索之前對呢支中部球會入過2球，佢而家為曼城總共入咗99球，第100球肯定好快就到，遲早爆發。後備席有主隊嘅 Alex Greenwood 傷愈復出。阿士東維拉方面同樣同中周一樣，同樣正選11人。今日同星期四對 Liverpool 嗰場一樣嘅正選11人。前線三叉戟係 Rachel Daly、Kirsty Hansen 同最近傷愈嘅土方麻耶。Lynn Williams 同 Ocean Descendants 都停賽，所以 Anna Patten 同 Lucy Parker 會做3後衛陣式。呢個位 Moby 直線穿透俾 Hansen 而家信心爆棚啊，踢到好似自己屋企後花園咁自在。哎呀，爭啲啫，真係爭少少。腳尖就係撩唔到啊，撩到就單刀入網，撩唔到就冇辦法啦。維拉開波踢得真係幾好波喎，踢得有板有眼。Hansen 傳俾 Daly， 可惜 Daly 就係趕唔到個波，慢咗半步，半步都係慢，真係冇辦法啦。Taylor 右路跑動好正，起勢咁跑 ，Grant 衝入禁區仲繼續落底線。哎呀，跌低咗喎，呢個位好似有碰撞喎。維拉球員掘住 Kirsty Daly，Grant 自己爬起身舉手投訴，其實就2個人撞埋一齊，撞到就係撞到噶啦，冇乜惡意。但你都要問下球證啊，問下有時就俾到你12碼，唔問就一定冇啊。搏一搏有時真係有噶。哎呀 ，D'Angelo 差啲失位俾 Bunny Shaw 偷雞成功，偷到就入。Shaw 喺度猛叫，交個波過嚟，呢個位 Bunny Shaw， 哇 D'Angelo 神級撲救啊！好彩救到，救唔到就輸晒。不過奇舉起咗，越位啦，早咗少少就係早，冇得講。Bunny Shaw 今場第一次真係有機會射門，控波控得好好，射門射得有威力。但 D'Angelo 救得更加靚，呢下救波救得真係冇得頂，信心即刻翻晒嚟啦。Ham 左路殺入。推進得好有威脅，傳俾 Bunny Shaw， 入咗啦！8球里程碑啊，全場拍爛手掌啊！着上天空藍波衫，第100球到手啊！歷史性一刻，呢個就係實力啊！有實力就係有實力，冇實力講乜都冇用。Bunny Shaw 一腳破網，曼城1-0領先。呢個慶祝動作好熟口熟面啊！之前另一個着曼城藍衫嘅球員入咗100球都係咁做動作慶祝，但係今次輪到 Bunny Shaw 啦，佢一腳射入死角，曼城1-0領先。土方麻耶傳俾 Daly， 係啊 Rose 衝過嚟攔截 ，Daly 仲控住個波，呢個位好似滲到俾 Hansen 起腳射門喎 ，Hansen 起腳射門。陣下行咗加輕鬆，接住個波，呢腳射門直飛佢身。呢個射門其實位置幾正啊，啱啱好喺中間位。可惜 Hansen 就係把握唔住，射唔正個波，唔啱腳。如果係右腳嚟，佢可能射得更加有力。不過個傳球真係靚，直塞入佢路線。Bunny Shaw 又殺入啊！呢個位佢再次前插，用盡自己嘅力量同速度硬闖啊！哎呀，係咪又俾人撲倒啊？佢路望球證舉手投訴。呢個位係 Parker 貼身防守，貼得好近啊，確實好接近犯規，但球證冇俾，繼續踢啦。長谷川圍快手截到 Ham 同 Bunny 都死叫要，俾咗 Bunny 又係佢，一入8球就癲晒。
梗係仲有下一球。等到你攞到第100球嘅時，點解唔攞埋101球？又一次靚絕嘅完結，直衝角落啊！曼城全力推進，展現強勢攻勢。安娜帕滕包咗越位，但係關鍵在於邊個可以把握機會。曼城再度展現沉穩終結能力。神射手轉身，瞬間鎖定跑位路線，從 Anna Patten 身後位切入。切入之後，一旦攞到位置，已經入咗9成9，到時你已經救唔到。呢個 Lauren Ham 啊，一撲，鏡做流成個人飛撲出右邊。Ham 出腳好快，真係要必要時刻提防 Lauren Ham。Lauren Ham 好有拼勁咬住唔放啦，之後佢個左腳就嚟一記勁射。Rose，Kasper 嚟創造機會，對托馬稍佔上風。Kasper 嚟起腳射門 ，Angelo 用腳將球解圍，撲救到位。好彩射門過早，同埋力度不足，但係都要門將化解。Kasper 嚟想用入波為百場出賽畫下句點。Greg 用緊佢嘅速度同力量衝上前，跌低咗。後上嘅土方麻爺一下冷戰啊！可惜壓唔低啊，個波彈起咗，維拉嘅大好機會啊！有少少掂到個波，個波最終落到土方麻爺腳下，呢個距離咁都唔中框。Ham 上前包夾，成功搶翻個波。Ham 回傳冇位射，傳俾隔籬嘅 Midema， 特登留俾右邊嘅藤野青葉，射門俾龍門撲翻出嚟。Brian Q 踩波車線低咗，維拉禁區入邊七國咁亂啊 ！Ham 攞翻個波，想喺混亂之中揾機會。左邊嘅疏空晒，入波機會啊！哎呀，竟然撞柱彈出，藤野青葉再射，龍門擋出 ，Midema 心口一控再射，今次擋唔到啦，撞到維拉嘅球員入網。咦，咩事呢？曼城球員舉晒手喎，原來係旁證舉旗，越咗位啊！多次射門機會啊，最終俾 Kasper 賴射入咗，可惜就越咗位啊！又係曼城嘅攻勢 ，Midema 傳個靚波俾右邊衝緊上去嘅藤野青葉 ，Kasper 嚟插上去，遞晒手，藤野選擇自己射，入咗啊！曼城又有進帳，呢個波被 Lucy Parker 擋到，但係唔緊要，個波射得好有力，曼城攻入第3球，呢次全靠 Midema 嘅傳個靚波俾藤野，第一腳攞得靚啊！ Lucy Parker 應該跟緊啲，擋住個射門路線，門將再次毫無招架之力。Grant 傳俾隔離嘅 Taylor 斬入去 ，Thomas 頭槌解圍。緊緊揩到個波，線出底線，角球。如果唔解圍就好牙煙，因為2名維拉球員已經緊隨其後。個波彎入嚟頭槌一頂直飛入網啊！呢球 Lucy Parker 從盲眼位衝上嚟，完全冇人睇，強勁嘅頭槌頂穿山下嘅十指關。維拉終於入翻球，為呢場比賽增添咗啲變數，或者可以提高翻維拉嘅士氣。而家曼城攞翻個主導權，又係藤野想退又走咗，俾人食咗個位，鏟出底線，又一個角球，冇咁容易俾你過㗎。Greenwood 處理角球短嘅，再斬去遠處，疏頂翻中間，伸到盡都攞唔到。藤野塔 Q 再攞翻個波，傳俾中間 Midema 輕鬆射入，曼城再下一城。
維拉禁區入邊又係好混亂，最後俾曼城揾到機會，藤野最初錯失機會，但係再傳俾中間嘅米迪馬輕鬆將個波送入龍門。斬過嚟，托馬射出界啊！嘥咗個黃金機會，個波直頭落到托馬斯腳下，但係食唔正個波。維拉禁區內形成人數優勢，維拉球員衝緊過嚟，維拉球員鏟到個波。關射俾龍門擋到，傳俾左邊嘅 Daly 再射，今次俾 Rose 擋到。維拉當時有3至4名球員係6碼區外圍，呢球其實好有機會入。曼城快速反擊，賓尼索又一次單刀機會，輕輕一趟又入，大演帽子戲法啊！曼城第5球啊，入埋呢球，曼城今場實食冇黐牙，之前8球里程碑，今次帽子戲法，如果俾賓尼索攞到波，佢就好有機會製造入球。之前 Caroline 嘅表現一般，但今次利用速度突破幾名維拉後衛，精準傳俾賓尼索趟入，完全冇難度。曼城勢不可擋，再度突破，賓尼索落到底線，回傳 Clinton 空定射埋去，唔係掛第6球啊，補時階段。領隊 Andrew Jaglas 都喺度開心慶祝。今次輪到賓尼索助攻，輾轉下彈到 Clinton 腳下，射嘅時候俾賓尼索嗨到入網。呢球原本賓尼索想造就隊友，點知入球計咗俾自己，真係好心有好報啦。賓尼索攞到佢曼城生涯第100個入球，曼城今場輕鬆大比數取勝。維拉憑藉 Parker 扳翻1成，但藤野同 Midema 嘅表現確實成為全場焦點。曼城位列聯賽首位，將以絕佳嘅狀態邁入2026年。今場曼城以6-1大勝阿斯東維拉。我從第一日嚟到呢度就一直講，呢個係一個特別嘅俱樂部，而我身邊嘅呢啲隊友，我認為咁樣證明咗佢哋嘅價值，亦都彰顯咗佢哋嘅功勞。我諗係佢哋令我睇起上嚟表現得出色㗎。我記得開始呢場比賽嘅時候，就知道如果我入波就可以達到8球里程碑，而我哋終於成功啦。冇錯，呢種感覺真係好好啊！我認為呢場係一場精彩嘅比賽。當然對住維拉呢支強隊可以攻入6球，我覺得上半場勢均力敵，我哋係低位組織，進攻時有啲困難。佢哋嘅緊逼令我哋感到壓力。中場休息嘅時候，我哋調整咗幾項策略，但係下半場我哋確實掌控咗局面，而且製造咗幾個精彩嘅入球。就入球數嚟講，呢次的確係一場大敗。有幾次關鍵時刻呢，係我認為呢，我哋實際嘅表現應該比6-1嘅比分更加好嘅。比賽到咗某個階段，確實發生咗變化。對方進入巔峰狀態嘅時候呢，
幾乎每個射門都可以變做入球。佢哋把握機會嘅效率，正正係造成差距嘅關鍵。我哋開局表現唔錯，創造過多次機會啦，試圖製造威脅，但係顯然係冇咁容易。正如比分再次證明嘅咁樣啦。